各位早晨，歡迎收睇呢節嘅《論政全攻略》，我係林子彤啊嘛。今日咧請嚟 JP 嘅 Jolie 早晨。早晨，子彤，早晨，大家好。咁啊，先睇下個市先啦嚇，咁啊又踩落26,000啦。咁啊，因為咧外圍股市尋晚咧都係極度波動啦。咁啊，今日咧恆指咧咁啊越踩越深啊，跌近400點啦。咁啊，暫時嚟講咧見到都穿埋26,000嘅水平啦，跌幅大約1.4%啊嚇。國企指數咧跌緊128點啊，9,200點嘅水平。大市成交咧653億幾咁啊。主要咧今次呢一輪嘅下跌咧，使啲科技股啊嚇。咁啊睇翻咧恆指最新嗰個街貨分佈啦，應該而家咧塞埋26,000咧，大家應該要再向下褪嘅咯，啲牛證。咁啊，會唔會再揀啲遠少少，定係即時都可以揀翻啲貼少少？因為見到嗰個跌幅都比較大啲啊。係啊，其實大家睇到啦，圖片上面都睇到啦，其實26,200到26,100嗰兩個已經收回晒㗎啦。咁睇翻即市資金流，其實今日都係好倉、好淡倉都有流入嘅，但係好倉就相對上比較多啲啦。咁睇翻其實我哋呢邊摩根大通即市資金流嚟講，比較多人 hold 嘅其實就25,600到25,800都有嘅。咁如果話都想睇翻同大家一樣睇翻差唔多水平嘅，我哋可以試下睇下呢一隻65441，咁都係今日其中一隻。相對受資金留意嘅條款嚟嘅，咁呢一隻收回價25,800點，咁槓桿都比較高啲嘅，咁但係就要留意翻個收回水平咯，因為而家都比較近啲。咁如果話都保守啲嘅，咁可以褪落翻少少，咁就25,650點，咁呢一隻收回價就相對上400幾點左右啦，咁槓桿就都有40倍樓上嘅65458。咁啊，希望26,000呢個位置守到啊，唔使揀咁落啦。希望佢有個即係一定嘅支持力度啊嚇。頭先都講到啦，即係其實咧今日即係其實呢排咧啲科技股都跌得好誇張啊嚇。咁啊亦都係臨近呢個業績期啦，而家亦都係業績期啦。咁啊小米即將出業績噶咯，1810咧暫時咧跌緊大3%啊嚇。之前咧幾日咧都係大家都有關注到嘅，因為咧見到佢喺低位咧，好多人咧都 keep 住係咪啲都係流入翻啲博反彈嘅，即係call 啊或者牛方面咧，小米咧最新啊，今日見到仲夠唔夠膽搏啊？去到40蚊呢啲位。係啊，我哋一齊留意下。其實我睇翻個輪證資金流嚟講，其實睇到咧小米呢一個咧好得意嘅位，我哋一齊睇下過去一個月咧，其實連續好多日流入正流入，大家一齊掃落去睇，其實全個月都係正流入。咁其實 total 嘅總額其實流入3.2億都真係幾多嘅，即係以連續嚟計。咁大家都可能搏緊個反彈啦，因為始終都而家低見到其實40蚊嘅水平，咁其實今日都出業績啦，大家留意嘅位就係其實佢電動車嗰邊業務喺彭博智庫嚟講咧，就已經係收益平衡嘅。咁但係其實整體佢對成個小米集團嗰個營業利潤，大家都仲觀望緊嘅。咁其實同時間咧，雖然佢個本業電話手機嗰邊都有略有成長，咁但係其實今年咧佢個雙十一嘅購物。即係購物節入邊，佢嗰個交易總額其實都令市場憂慮啊！其實會唔會小米都面臨緊一個銷售壓力咧？咁所以對股價都係有機會有一個輕微嘅影響嘅。咁如果都同大家一樣想搏反彈嘅，可以留意翻呢一隻13598，咁呢一隻62.2毫二嘅 call 大概。3成價外左右嘅，咁呢一隻都比較長身嘅，其實見到下年年尾先到期，咁所以咧時間值損耗就0.3%，咁可能如果投資者話都想博佢長線反彈嘅，咁就可以考慮下呢個條款啦，13598。咁但係如果話都係覺得小米都可能仲係有一個下行風險嘅，咁可以睇一睇呢一隻16286，行使價38.5毫3，其實相對貼價嘅條款嚟嘅。咁雖然下年6月到期，但係因為相對貼價，咁市值損耗同頭先都唔係爭好遠，0.4%左右，槓桿都有3倍樓上嘅。好啊，咁啊之後咧講埋隻百度啊，百度咧上個禮拜咧裂口咁樣跌咗落嚟之後咧，暫時都係未見到有個明顯嘅反彈。今日咧即係都跌大約1%左右啊。咁啊隻百度啦，嗰個部署策略而家點樣做啊？同埋咧輪場上面咧，大家嘅睇法係點咧？係啊，其實睇翻呢個圖咧，過去30日咧，百度都跌近2成嘅。咁其實由高位跌翻落嚟，咁大家輪證資金流方面咧，其實都係流入嘅，都係同頭先小米一樣，可能都係搏反彈啦。唔少投資者其實百度嘅業績咧，就同小米有啲唔同嘅，就係百度個 focus 就喺佢嗰個人工智能上邊，因為之前都講過啦，佢都有訓練自己嘅晶片嘅。咁所以其實彭博智庫都預料，其實會唔會佢公司都擺咗唔少投放落人工智能之後，其實到底佢幾時先可以獲利咧？咁同埋到底佢人工智能
廣告方面會唔會都對個集團有咩影響咧？咁所以如果話睇翻百度都一樣係搏反彈嘅，可以睇睇呢一隻21,300呢一隻嘅 call 輪，咁就行使價150蚊嘅，咁都30%價外左右，下年3月到期，槓桿就高少少，大概6倍左右嘅。咁如果話睇淡嘅話咧，都可以睇呢一隻20805嘅，咁呢隻就 put 輪啦，咁就行使價98.8毫8，咁下年3月到期，槓桿都有5倍左右。但係值得留意翻咧，其實百度呢排咧都去翻港交所可以出牛熊證嗰個表入邊嘅，咁所以都見到其實我哋都即刻都加翻好多新嘅貼價啲嘅一啲百度牛證產品。咁如果話都想用牛熊證部署嘅，可以留意下呢一隻59139。咁呢一隻收回價就82蚊嘅，咁就都距離30%左右，咁槓桿就係3倍嘅。咁如果話睇熊證嘅話咧，咁就暫時都仲係得呢一隻53670，但係我哋未來都會推出新嘅產品嘅。咁大家如果都想利用翻牛熊證部署嘅，都可以睇翻我哋嘅產品。好啊，咁啊上 JP 個網就一目了然啦，咁啊自己咧揀翻自己相應嘅喜歡嘅產品啊嚇，咁啊另外咧個勢差嘅，咁啊除咗頭先講小米啦同百度之外咧，快手個勢都差啊嚇，咁啊快手都係喺即係一個低位落上面嘅咯喎，咁啊都係搏反彈啦，我估係咪啊1024？係啊，我哋一齊睇埋1024都係業績股今個禮拜嘅。反而咧，其實之前就一路係流入嘅好倉，咁但係尋日就流出啦，咁唔知係咪大家業績前有咩部署啦？咁但係反而淡倉就一路都係流出嘅，咁都係食糊啦。咁睇翻其實百度嗰個業績咧，彭博智庫預料咧第三季嘅利潤有機會會成長嘅，咁主要係因為佢個線上行銷啦，同埋直播方面，其實都對集團嘅利潤有影響嘅。咁但係亦都留意翻，即係同其他科技股一樣啦。其實人工智能開發嘅成本都不停增加嘅，咁大家都觀望緊到底佢個人工智能發展嘅時候，到底幾時先可以真正 convert 到去幫到自己集團嗰個利潤咧，都係大家關注嘅點嚟嘅。咁如果話都想用兩證部署我哋嚟緊嘅業績，可以睇翻呢一隻18780，行使價95.9毫半，咁呢隻相對上價外少少嘅。咁但係下年6月到期，咁所以市盈率損耗都低於1%，槓桿都有4倍左右。咁如果話 put 輪嘅話，我哋都有一隻17544，咁呢隻行使價49.8毫半，咁槓桿就2倍左右嘅。呢個都比較長身，下年10月先到期，所以市盈率損耗見得相對低啲。咁快手其實都係有牛熊證嘅，咁所以如果話想用高啲槓桿部署，覺得頭先相對低啲，咁但係就可以用牛熊證部署，就例如呢一隻60蚊67587，槓桿都有7倍樓上嘅。咁但係大家就要自己利用牛熊證嘅時候，就要揀好自己覺得心目中想要嗰個收回價啦，咁就留意翻收回風險。咁如果熊證嘅話，槓桿都高少少嘅，比頭先嗰隻，咁就呢一隻67612，收回價73蚊，槓桿都有5至6倍左右嘅。好啊，咁啊睇埋隻小鵬今日都有異動啦嚇，咁啊裂口跌咗落嚟咧，咁啊修補翻咧之前嗰個上升裂口啊嚇，即係向下修補裂口。但係咧50天線希望佢有啲支持啦，咁啊因為咧過往幾次都見到落咗50天線之後咧都可以上得翻去，咁啊今日咧又黐住條50天線啦，咁啊小鵬想喺50天線做一個部署嘅話咧，產品條款上面應該點樣選擇？其實小鵬咧由近期高位跌咗2成落嚟嘅，咁尋日其實出咗個業績啦，咁所以先跌落嚟嘅。咁主要大家都因為嗰個佢個營收展望唔及預期，咁所以 ADR 尋日其實開市前都已經跌咗9% 左右嘅。咁市場都觀望啦，其實佢而家因為都有好多唔同嘅新產品，即係例如又話機械人啊等等，咁大家都觀望究竟佢而家嗰個科研支出越嚟越高嘅時候，幾時可以收支平衡咧？咁如果話都想作出個部署嘅，可以睇一睇呢一隻編號18288，行使價108.7毫8，咁槓桿都有3倍左右嘅，咁都係2026年6月到期，市盈率損耗0.5% 左右。咁其實咧，如果睇淡嘅話咧，即係繼續覺得小鵬都有機會會繼續向下嘅，可以睇睇呢一隻22366，行使價78.6毫3，咁槓桿咧就低少少，1至2倍左右。咁但係呢一隻咧就市盈率損耗都低嘅0.3%。咁如果話都想用翻高啲槓桿去部署嘅話，亦都可以留意翻牛熊證嘅。咁小鵬都有牛熊證嘅，咁就可以睇一睇呢一隻收回價82蚊，編號63234，咁槓桿都有10倍樓上嘅。咁如果話
熊證嘅話都仲有嘅，頭先嗰隻可能低少少，咁呢一隻就2至3倍左右啦，收回價122蚊，咁幾好記嘅5380。好啊，咁啊，講完咧正股之外咧，我哋又講下，不如啲外匯啊，因為見到咧日本大家即係最近都好多新聞啦，高市早苗上咗場之後咧，咁啊好多言論咧，咁啊大家都好關注啊嚇，咁啊亦都好多分析就估啦，即係 yen 咧嚟緊咧會 keep 住受壓啊嘛，擔心咧即係日本政府可能會推出一啲咧即係超出大家預期嘅一啲刺激經濟方案，咁啊令到日 yen 受壓啊嚇。咁啊 yen 咧大家應該開心嘅，香港人年尾又想去旅行嘅話，而家落翻咧差唔多5算嘅水平啦。咁啊日 yen 嘅即係資金流嘅，你哋即係窩輪上面嘅資金流多唔多啊？其實 yen 不嬲都係我哋其中一個最受歡迎嘅產品嚟嘅，咁多個 currency pair 入邊。咁尤其是而家啦，其實見 yen 都跌到落，其實差唔多5算水平，都係接近2月以嚟低位嘅。咁其實市場關注啦，除咗頭先梓潼所講過，就係嗰啲未來政策風險之外，其實最新數據都顯示啦，係日本第三季嘅 GDP 都有個萎縮嘅情況出現。咁而市場都觀望啦，其實今日其實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同埋央行行長植田和男都會有個會晤嘅。咁可能佢都會睇下到底佢哋有咩新嘅嗰啲言論啦，究竟點樣揣測未來可能央行啊等等嘅一啲 policy 啦。咁但係如果覺得都係睇好 yen 嘅，咁我哋今日講日港啦，咁比較容易啲記嘅，容易啲理解，應該話唔係容易記，容易理解。咁呢個就係平時我哋嗰個5算，即係行使價同埋5算就係5啦。咁呢一個就係覺得睇好 yen 會去到5.6算水平嘅，咁就可以留意翻呢一隻10062，咁就睇好 yen。咁就係槓桿咧都有15倍左右嘅，咁就下年4月30號到期，咁市值損耗1% 左右啦。咁如果話覺得都有機會會穿5算啊，咁其實我哋可以揀隻覺得睇穿5算嘅，咁呢一隻就比較近價，即係貼價噶啦，就10785，咁就5算啦，5算做一個行使價嘅，咁下年3月31號到期，槓桿都有10倍樓上嘅，咁市值損耗0.4% 左右。call 多人買啲定係 put 多人買啲啊？其實咧就成日都係 put 多啲嘅，大家都覺得係啦睇淡嗰啲嘢，但係未來係點就唔知啦，可能大家有咗係咯參考下咯。好啊，咁啊，不如講埋美股啦。咁啊，你哋都有出啲即係Dow 啊、Nasdaq 啊等等嘅一啲牛熊證啦。見到即係而家大家都好關注咧，即係聯儲局嗰個減息狀況啊，又驚佢即係可能12月唔減息啦。咁所以咧個 Dow 就算喺美國政府咧結束停擺之後咧，都要懟咗落嚟。咁啊，尋日個跌幅就比較誇張啲啦嚇。咁啊如果我哋用一啲即係美股指數嘅輪證做一啲部署嘅話咧，如果我哋4點就收市啦，咁啊，係嘛？我哋係計即係大家如果部署上面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啦，同埋而家我哋應該可以點樣做咧？其實梓潼呢個問題好好啊，其實好多投資者成日都有啲唔理解嘅，即係可能比較複雜啲，所以今日就可能多少少時間同大家講解一下啦。因為你睇翻其實我哋呢4個報價期 E-mini 期貨嚟嘅，咁因為大家可以幻想一下，其實而家美股冇開市噶嘛，但係我哋港股開緊市嘅時候，其實我哋用緊咩嚟幫大家報價咧？咁我就會參考 E-mini 期貨嘅，就嚟道指嘅參考道指 E-mini 期貨啦，納斯達克指數就納斯達克100 E-mini 期貨同標普500嘅 E-mini 期貨啦，就係我哋根據呢一個唔同嘅期貨嚟做我哋報價嘅一個參考嘅。咁點解要同4點鐘比較咧？就係大家幻想，其實雖然可能成日新聞話尋日過夜道指可能跌咗唔知幾多千點，咁但係點解我今日隻輪可能個走勢不似預期嘅？咁其實有時就係因為其實我哋比較我哋個報價嘅比較，就係比較例如尋日4點鐘收市嘅時候，同而家呢一刻期貨嘅比較，咁你就會見到係我哋個輪證嗰個升幅個差距嗰度嘅。咁如果你淨係睇過夜嘅，因為好多時候可能過夜嘅時候已經回升翻啦，即係可能去到亞洲市嘅時候已經回升翻，咁所以個跌幅就冇想像中咁大嘅。咁所以如果想話揀一啲參考，到底我隻輪表現幾多，或者係究竟嗰個指數參考係跌咗幾多，就參考我哋呢個網頁，其實與4點鐘嘅參考價距離，咁就最一目了然啦。咁或者亦都可以打電話或者嚟問我哋嘅。咁如果話想都部署翻唔同嘅美股指數，其實因為今個禮拜另外一個焦點就有啲大型嘅晶片股啦，都會公布業績嘅，咁市場都仲係觀望緊唔同嘅情況。咁如果話都想用翻唔同嘅輪證部署，都可以睇翻我哋嘅產品。其實美股咧除咗輪之外，都有牛熊證嘅。咁我哋都網頁入邊其實仲有一個好好用嘅功能俾大家參考下。除咗頭先嗰個4點鐘差距之外，就係
究竟美股期貨即係呢四大指數啦，個表現係點樣咧？咁其實都可以用翻呢個表嚟睇嘅，咁就可以睇翻過去3個月、一年，仲有究竟邊個指數表現相對好啲咧？咁如果話都想睇翻道指啦，咁道指相對上都係我哋一個比較多資金留意嘅產品嚟嘅。咁如果睇好道指之後，可能都會回升翻嘅，可以留意翻呢一隻10740。咁呢一隻就5萬點，道指5萬點嘅一個行使價嚟嘅。咁就下年嘅3月先到期，咁槓桿都有14至15倍左右嘅。咁但係就留意翻啦，呢一隻係參考道指 E-mini 期貨嘅。咁如果話睇淡嘅，可以睇一睇呢一隻10015，咁就行使價都44,000點左右嘅。咁槓桿都有10倍樓上，都係下年3月到期。其實呢排睇翻咧，其實呢幾日都枕住有啲美股指數都有資金流入嘅。咁可能投資者都可能覺得唔知會唔會係美國政府其實恢復運作之後，其實到底之後嘅走勢係點咧？可能大家都想做啲部署啦。嗯，係啊，咁啊，我諗都希望可以博下蛋，因為見到咧，港股啊嚇26000，似乎頭先穿一穿咧，都叫守得住，而家跌幅收窄翻啲啊嘛，希望26000呢個位可以守得住咁啊，大家個倉都唔使咁傷啊嚇，咁啊，嗱，今日我哋講咗好多唔同類型嘅股份啦，都唔該晒 Jolie 咁詳細分析，咁啊 Jolie 都要申報翻先喎，有冇持有上述提及過嘅股份啊？我冇持有上述相關股份，唔該晒。好啊，唔該晒 Jolie 啊，咁啊嗱，同大家又望住個市啦，之後而家成交咧差唔多800億啦嚇，咁啊大家可以繼續留意住，有任何論證嘅問題啊等等咧，都可以上翻 JP 個網站咧揾翻相關嘅產品啦，咁啊或者咧聯絡翻 Jolie 佢哋啊，唔該晒 Jolie 啊，咁呢次咧我哋同大家咧 say bye bye 先啊，咁我哋轉頭翻嚟再見啦，拜拜 Jolie。好，拜拜大家，唔該晒。